中国发生白纸运动，就专家学者表示，目前的抗争呢有实际行动也有伫网络，不过也未看到有这组织出现。中国政府伫这礼拜以来可能会做出应变来安打民众。这场发生伫乌鲁木齐的大火，烧出中国人民的规巴肚火。11月2日暗时，上海市民伫街仔路举办纪念火灾伤亡的活动，因为警察以防疫为理由准备赶人，活动最后煞变作团体抗争。民众除了发口号以外，嘛开始传一张的白纸，表达因对政府控制人民言论的不满。白纸活动对街仔路开始传，即马已经有50几间学校伫网络甲实体世界响应。不过，华人民主思维表示，目前也未看到有组织的行动。它欠缺一个背后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社会网络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行动的串联，还有目标的设定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就是一般的群众的一个事件。针对这波抗争，真侪人拢想要知影中国政府后一步会安怎做。对话中国智库所长，1989年六四事件迄时的学生领袖王丹认为，共产党有可能伫未来几天内提出防疫放令的措施，让民众的情绪小可降落来。中共可能会在未来的1、2天里可能会出来，针对防疫政策做一些微小的一些让步或者做一些放松比如说一些封城的措施，可能把一些社区或者城市解封来平缓一下这个局势。王丹表示，未来这几天是关键，若准民众对政府的应变无满意，尾仔真有可能变作武力镇压，各界爱特别注意。记者麦尚英中药随台北报道。